頭先你哋都提到呢一個即係叫有個概念啊，就叫晚發現感染人士，即係可能佢哋發現嗰陣已經係病發咗啦。舉個例係咁我見嗰個比例都係維持喺大約50%嘅，屬於叫做高水平啊，係咪啊？呢個係咩原因？可能都係維持喺呢度而冇話即係隨住對愛滋病嘅認識而可能下降到咧。呢個咧其實晚發現嘅水平咧係10年前我哋就大概佔30%啦。咁過往10年間咧，尤其是近呢2-3年咧，我哋見到佢都係即係居高不下，一路喺50%。咁呢啲咧都同好多其他世界一啲比較先進啲嘅國家見到嘅情況都幾似嘅。咁咧我哋都會同頭先我哋話年長嘅個案會居多咧，其實啲原因都好類近，正正就係因為即係大家嘅對嗰個認知不足嚇，咁所以我哋亦都係透過見到佢居高不下嘅時候咧，都會睇到咧喺我哋嘅工作上邊咧，點樣有一啲方向可以加強嘅，包括咧其實我哋喺2024年嘅12月咧，第一次去推出咗HIV 測試月啊，咁亦都透過好多媒體嘅宣傳咧，去令到個信息咧滲透俾市民。咁喺第一次嘅愛滋病測試月推出之後咧，我哋亦都咧睇到。我哋做咗一個調查啦，就發現到咧，原來當其時咧，經過嗰個月嘅一啲宣傳嘅信息咧，原來咧喺我哋受訪者當中有40%人啦，都聽到一啲原來即係應該鼓勵大家，只要有進行過性行為咧，就應該做 HIV 測試嘅呢啲信息。咁我哋覺得呢個都係俾我哋一個好正面嘅信息咧。喺呢一個咁嘅公共衛生嘅知識嘅宣傳入邊咧，我哋可以借助每年嘅12月日，因為12月1號係國際世界愛滋病日啊。咁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好機會咧，喺12月嘅時候加強，亦都係咧其實係全年嘅時候咧，我哋衛生署紅絲帶中心咧，亦都會努力不懈咁樣咧，去用一啲多媒體嘅方式咧，去即係繼續去做一個公眾嘅宣傳。